10年前的9年去大体统，然后之前的青年水灾，重新动手提起受创清兴党严重。我日本地方的社团，仍然得到当地重建的经验。近两年才拄到888水灾，南台湾穷乡动产，所以社工了线下向是分配入地方的社团，而用设计经验，还有实际行动来填修再起重建家山。社工联协会嘅主要干部向下开业会讨论呢個工作項目。我哋8個重點唔係講到強度，佢要同其他重建社工嘅經驗，帶入888再起嘉義縣梅山鄉嘅太福村。希望今日經驗是在講跟冇相關，當然經驗是在參考運用哈。把我們以前重建的經驗，還有怎麼組織、怎麼整合資源，這些經驗呢，都在10年後轉移到88水災的重建區。那我們最大的工作不是代理他們重建，是在地培力，培養他們可以自己站起來，然後自己有那個重建的組織。除了社工鄉嘅地方社團，新社鄉嘅柏浪郡社區發展協會，今日嘛按算來募款100萬，前進嘉義縣番路鄉，填修當地嘅社區重建家園。88水災區也面臨的困難哦，社區的精神的凝聚啦，了條線哈，易反手了，吼，按社區嘅持續的並跟來溝通來同跟填修啊呢。9年嘅地通到嚟下10年嚟，本來國家愛拍建樣發通，但是因為88水災到南台灣造成動態嘅災情，所以民間社團就發起填修再起重建家園，來做今後嘅9年嘅建樣發通，係希望大家密切向下參加。客家新聞李成龍台中報道。